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甲你的厝边隔壁的关系如何呢？是从此拢无咧来往，还是定定咧甲行大呢？那最近发生了真侪类似的案件，厝边隔壁会消失。你讲呢？你行路敢若蚊啊拢无声，但是我感觉你是大枪咧打运动场，定定是楼骹楼顶拢是声，也有烧香嫌你臭行行，甚至曾经一凶杀的案件，到底安怎要来排解？咱今仔日请专家甲当事者来讲春节。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主体消保会创会理事长吴宏毅。大家好，我是吴宏毅。那么第二位精神科医师杨聪才。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新北市吴兴里的里长郭书成。大家好，我是郭书成。第四位是咨商心理师吴培莹。大家好，我是吴培莹。那么首先，互大家来关心讲，到底你现在要来讲这个，来看这个新闻大。这在高雄前几日啊，发生了一对翁仔某和厝边杀害的案件。即卖受害者的两个囡仔是交予阿公阿嬷来照顾，不过因即卖是质疑着社会局，伫头一个时间第一时间无积极来协助，而且嘛不满着警方来做笔录，一再要求囡仔。爱回想当时间的这个情景，刷落来，佫会互两个囡仔来接受辅导，那么希望会互因呢，赶紧会当行出这个创伤。到底这是什么事件？到底来理解。15发生代志到即马，两个细汉囡仔的阿公写千字文声明，讲即几工拢袂困哩，毋过为着两个孙仔，伊甲亲家两家伙拢会勇敢坚强。伊甲牵手会甲孙仔当作慢仔行来饲，无祈求大家斗相共，敢若希望家长向鼓励囡仔，也反驳外界认为因认同制作噪音。代志发生了后，无接受访问是为着保护孙仔，毋望外界莫阁用无友善的言论伤害囡仔。阿嬷嘛头一遍接受电话访问，讲社会局第一时间的处理，并无真正有帮助。在社工的辅导的部分，我觉得在初期真的是严重不足，人员有来，可是。真的是流于形式，只是来说了解这件事，只是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我们实质上的帮助。家属非常的悲伤，也忙于处理后事，尊重家属的意愿，留下了简讯的资料。隔天我们再用简讯的方式来联系家属。家属表示，社会局经过反映了后有积极协助，不过坦白讲，囡仔有创伤后压力，因会负起请养的责任，但是爱心捐款会全部交予社会局协助处理。我们希望社会大众支持我们，协助我们，最不济你也不要再伤害我们。对于案件的侦办，家属认为警方做笔录毋难问一解，定定爱互囡仔颠覆上当时的过程，互人家毋甘。因为周全指认程序在事中之家属需请孩童比询，以强化证据能力。警方表示，这是为了强化证据能力，保护检察官了后，已经同意用其他方式代替。关怀犯罪被害人的环保协会也建议，对两个细汉囡仔的追踪关怀，可能要做到伊青少年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到这个案件，我搁再说明吼，这个案件本身是高雄林仔寮发生这个代志，但是这凶杀案发生就是因为厝边啦，感觉讲你足差，所以呢。直接就去亲门大户，当着两个囡仔的面头前，甲因爸母给杀害。所以呢，警察啊，才来讲啊，我落来个做笔录啊，强化着这个证据。但是这个中间哦，实在讲处理的过程和家属就真不满。这是头一站。第二个，这是安怎会变到讲，这个厝边会摕这个物件来凶杀啊，而且。这个厝边隔壁，包括着社会安全网，拢无建立。咱讲到遮久吼，首先咱来看这主体的噪音吼，遮侪案件对2021年10月吼，桃园的龟山社区大楼，这社区大楼，姓陈的甲姓洪的吼，因为噪音来这个完球啦。
查某人摕菜刀落去楼骹找即个查甫的来理论，甲毒死。哦，这是龟山桃园的龟山。2022 9月份，家人67岁姓柯，长期失明，认为是楼顶68岁黄姓的即个啉厝边呢，长期制造着噪音啦，趁伊咧倒粪扫，摕刀甲刣死。哦，所以咱请着即个精神科医师也好，咨商师也好，小弟们来讲者，是安怎咱人会安尼创甲安尼吼？啊，新北市2023年1月份，新北市树林，吼，嘛是厝边隔壁长期发出噪音，吼，酒后认定，伊搁咧犯啊，伊甲倒去对方哦，试电铃，4个人甲刣死，即个巴肚甲堵破。2023 7月份，新北市淡水区72岁。即有岁数的人咧，火气遮大呢吼，甲50岁啊吼，是厝边嘛是安尼吼，甲斩落伤。2023年8月份，伫艋舺台北市艋舺，计程车司机4岁，不满厝边隔壁57岁，嘛是共款甲毒死。2023 9月份，哦，就是咱他讲，李署长，我相信你也拄着这真济，你观察讲，这敢有这共同的一种特质？还是讲共同一种因素，拢长期性的无处理，到底是安怎？咱即个徛家厝吼，即个老板吼，伊的隔音吼效果拢无好势。哦，较早是12公分啦，即嘛较好15公分。15公分。对，但是嘛是无够。但是讲调讲，即个噪音讲已经啊调较较严格。是，咱踮咧今年的1月1号啊，有一个新的建筑法，46条之6啊，吼，就是讲咱即个隔音爱加强啦。但是即个加强的情形，效果敢若嘛无啥好势。哦，所以讲一直出现讲即款的问题吼，就是讲详细的问题啦。那么希望讲哦，会当甲即个老板的隔音即个工法，会当做一个永久性就是讲，互伊本身建商都爱有隔音的功能，才袂互即个消费者。啊，若无消费者买，等下过来家己搁开钱，搁做即件代志，就搁加开啊啦。装潢搁加开30几万去。但是即摆已经来不及啊！即摆遮侪住户拢来不及啊！是，即摆拢袂。啊，你观察吼，你也有可能有处理过真侪案件，你感觉这是管区的拢无爱处理，还是讲啊，这因这两家口仔的代志，咱是无法度调解，还是像因这里长吼，拢家己也惊啊，久啊处理啊脾气无法度。是，因为这报警吼，警察反射会来啦，会来就讲，讲啊，你就较莫吵者，安尼就好，就佫无代志啊嘛。啊，你若讲打电话去迄个环保局，还是工务局，伊会讲我上班时间派人来，但是这拢是暗时啊做吵的啊，你时啊目无伫的，拢唔知影嘛。哦啊，下班再讲要困的时阵困袂起伤吵。哦啊，你若讲要找咱的里长就辛苦啊，因为里长有当时唔知要怎处理，讲真正，有当时无说你变公卿变事主啊，嘛真辛苦啦。哦，所以讲这个情形，我是感觉讲哦，咱若厝边头尾会使讲做伙哦。咱会当好好来讨论，来参详看卖是啥物情形的这款噪音啦。因为有当时毋是楼顶的囡仔咧吵呢，迄是迄个大楼的公共设施的迄个水堆声啊吼。啊，或者是讲咱地动过了，迄个太落伊会别开嘛。哦，这为个写无一定是囡仔咧吵啊。哦，有当时是隔壁传来，嘛有可能是楼骹传起来，拢有可能啊。咱就袂使讲有吵就去怪楼顶。你他讲的拢是必须爱两者吼，拢爱在理性的基础顶头。是。吼，但是我咧要问杨医师吼，通常一般吼，我嘛拄着讲，迄真神经质。我头下就讲啊，我感觉我行路敢若蠓仔咧，拢无声，啊，你咧偏偏的感觉我敢若大象咧行运动场。你的病人，还是讲你的患者，还是你的客户内面，哪有即种的吗？有啊，这边安怎处理啊？咱安尼讲啦吼，因为咱讲吼，有的人体质真敏感，吼，佮伊即个敏感吼，伊对声音啦，还是光线啦，吼，伊拢真嚟咱讲，咱一般像你讲的，咱这安尼接受，伊袂使，伊天蠓仔伊拢挡袂掉吼。佮即种人，咱若做厝边，咱就真辛苦，因为吼。咱来出一个声，啊，即个人啊是较强势，还是较无讲道理，还是情绪管理无好，咱讲 EQ 嘛。
也无好，伊就来甲你插，吼，啊无来甲你申诉，吼，甲伊，咱咧看即件案件，咱看到被害者，因嘛讲因拢有做刀啊、椅啊，拢椅骹拢来传，拢来拢无声哦，拢创无声呢。甲为什么？即个凶手啊，佮伊嫌讲有声音，吼，即有真侪原因，咱内面拢会使佫讲。也毋过我确实吼，就是讲，有看有个人啦，是家己知影家己神经质、诚敏感，伊就希望阮协助。甲有个人咱讲咱身体吼，拢有一个神经啦，自律神经吼，伊自律神经吼，咱会使做科学加去检查，知影讲你是毋是非常过度敏感。甲我有法度，互你协助，卖较敏感。啊，无你就是你也嫌差，无你就摕踢掉的嘛。吼，甲伊就是想一个办法啦。甲也是去有人就用来甲申诉的，即嘛有诶时阵吼，有诶是超过故意的哦，咱啥物拢有啦。我嘛病人讲，我就是住在楼骹楼顶的吼，半暝1、2点，然后咚咚咚咚咚，吼，伊嘛去检举，伊嘛去用。录音啊，你个照标准录影啊，因为录影佫会使录音收音嘛。24点钟，因为时间的正确无，警察讲你这录是无证据，无证据，哎有证据，充分的证据，安尼才有法度。所以咱来看这个代志吼，尤其咱这听着人拢住大楼吼，甲伊到到咱理事长有讲啊，咱咧讲啊，也无创好。有诶时阵吼，年久歹水声，哦，甲迄哦真麻烦。迄我早时啊拄着一个社区诶总干事，伊有咧甲我分析讲，吼，这吼，你毋知影我遐激动哦，我反正一个月咧还即间诶，即栋诶，后盖就还迄栋诶，一个月真济哦。这有诶是有诶，你头拄着，佫是家己会出来讲，我有这个问题，有诶是。无这个病史，这个叫做咱叫做病耻感。对。有诶无病耻感，佫毋知影佫来找医生呢？是安尼讲吼，有诶人佫来我遮讲讨一个证据，证据讲吼，伊神经质衰弱，伊吼有安尼过人失眠，甲伊会甲伊来摕证明讲，写理由写啥物理由，叫人插。我讲我毋是证人啊，我免来写。我甲伊写讲，你咧讲，你咧讲困眠无好。甲心情无好，甲讲互人插，我嘛甲伊安尼写啊，我无是警察，无咧收证啊。咱坦白讲吼，这有通啊吞药啊，有通啊小可解决吗？咱安尼是讲啦吼，咱困眠好，要咱讲爱天时地利人莫好，吼你个环境爱真好。甲像我困，我较敏感，吼，我会带。踢掉的，目睭我嘛会摕雾，我安尼困到路面，吼，甲伊一般人，我来想一个办法啦。咱简单讲，就想一个办法，因为你无法度做这个人，还是当人讲要讲啥物，还做啥物行为，你有需要做就是安怎顾好家己嘛。啊，像你讲哦，困眠真重要啊。咱讲黄金的时间是暗时11点到早时6点，还是7点？甲你的时阵要安怎困得好？你落来光线好，太暗，甲声音爱无，你要想办法啦。哦，困无眠的就火气就旺的，失眠也无好吼，身体嘛唔对，情绪嘛唔对，头壳拢会歹去呢。就我请教李长吼，你桌顶摕迄个是啥物？这是防狼喷雾。你摕这要怎啊？咱就是我若去处理这款案件，因为你唔知影现场的状况是安怎，所以我拢会。甲这个，因为这就细嘛，这就细，啊，我挂咧我的牌仔顶悬，啊，若拄着，我即马佫也袂拄着，就是无拄过较。你惊人甲你攻击创啥？对。病人嘛送我一个呢，伊讲杨医师啊，你小心哦，你定碰到这样精神无好的吼，甲我送你一个，你放喺拖，啊，万一有需要，你紧摕出来用，放心啦。你自强师你敢有？我之前去旅游的时阵，就炸一个这。你是旅游啦，但是你若是甲你的这个客户咧咧计较的时阵，敢需要？是无需要啦，所以我有去练拳。练拳头舞。练拳嘿，对。练拳头舞，来，我请你对来讲，你定定拄着的拢是，尤其这做因的案件吼，上歹败解，到底困难点在哪里？我感觉大部分的案件拢是下软。
两边拢无理解对方啦，就是大家若要处理一件噪音的代志，恁就爱理解讲，譬如讲因兜有囡仔，因兜有狗啊，是要安怎处理？但是大部分就是若要到我遮的时阵，拢是已经气无足歹，大家出来就是要冤家。咱咧讲吼，无交流啦，无共识，吼，大家咯，我上大，我上对，我讲有理，你讲的无理，你爱听我的，你即个这年代想要上的听上的，该落吵啊。对啦，头仔李司长一开始就讲，听起来拢要沟通的这基础应该是理性啦，但是去到你遮吼，已经是四五级啦。对。这四五级就是不理性嘛，吼，比如讲。恁兜吵的拢是囡仔，我嘛无法度甲恁兜的囡仔抬死啊。所以咱里长会使提供的服务，就是讲，咱会使排一个时间，两边拢来坐落来讲这件代志，会使调解、了解啦，了解一下。但是讲一支长，伊要提出来问啦。你讲有讲解协调会成功的例？大部分有差不多一半会使讲会使成功，我一半袂歹咧。但是大部分你拄则讲公亲变事主，迄寡成功的拢是公亲变事主的，因拢讲这里长拢徛咧对方迄边偏心啦，所以两个电脑煞会使有一个共识。你看伊变敌人，咱两个啊斗，咱本来咧冤家好，这个做无。这招安尼会使哦，咱嘛是会使啊，但是就是爱两方拢有意愿，讲出来讲坐落来，讲啥物问题。你会当举一个例，想要就公亲变事主啊，变做因两个有共识。譬如讲，囡仔咧吵，咱就请即间，譬如讲你做一寡隔音的物件，即间有囡仔的，即间就讲感觉讲，我搁爱开钱，对方敢若是一个感觉伤吵，我就爱开钱是安怎？我若出去讲，就是讲，这会吵着，请恁爱做这个代志，对方拢会感觉讲，为什么是我爱做，毋是对方爱做？咱会毋是讲你感觉差，你家己做，所以大部分因若要就是调解成功啊，就是真正就是爱双方拢袂合意，就是无欢喜，但是会使接受安尼。无欢喜会使接受，所以头仔你举的这案例就是讲，你叫这户有囡仔的，你就爱做这隔音的措施，但是伊讲我若要出钱，你来叫伊甲我出钱啊。对，是伊感觉会吵啊。对。所以但是伊感觉讲，吵的是伊啊。但是你变做事主，你变做讲你爱出钱。对。我是碰到我无出钱啦。我碰到的，你讲的题就是讲，安尼咱安尼讲，论两个人在里长来，落来甲你协调，甲因讲啊，里长因中真容易讲，里长你会偏心袂，甲里长你来讲啊，袂成，甲两个人讲骂你里长袂晓做，你无能力，甲两个人就另外想办法啦另外都想办法，伊讲里长你走。我来收音，较无伊要吵，我就装迄机器有迄侦测，侦测，你也无就换落去，伊吵过来我就吵过去，都真不啥物拢嘛，里长无效就报警啊，较无卡199专线咧该申诉啊。所以你也有拄着讲，完全对你讲这个里长拉面就无效。会啊，因为足侪人会想讲，里长你去甲我传一下话咧，但是里长其实无法度替你传话嘛，我嘛是你细汉的，我若去替你传话，我对方是毋是就想讲，你是徛咧对面遐的，所以咱大部分的时间，我做里长，我大部分拢是请因两个拢做伙出来，共时间出来，但是足侪伊讲伊无想要面对对方啊，所以爱叫里长出来面对。所以咱这小等一来一个去，我就要请教着这吴老师吼，你的这个咨商的对象内面，敢有这种，就是讲对着这个足敏感的，足敏感的这种体质，还是讲其实间某种程度已经爱需要这个心理治疗，或者是心理咨商的这个程度。我看起来，咱他看的这个 case，会实在讲，咱国即马这种人看起来是不少呢。其实遮安尼的人真侪吼，为什么因会足敏感吼？其实吼，按逐个人拢足敏感，
吼，你想看觅，但是讲你已经头疼一工，啊，这个时阵有一个电话入来。啊，无就是边仔有人讲话较大声，你这个时阵讲我，你甲你哭起来对。嘿，你会感觉到，你会感觉做压榨，就是你内底容纳度已经变作细啊。好，因为你无法度搁去承受愈济的压力，好，所以我有一个客户，伊故事嘛，真有趣啦，吼，就是讲伊住伫一个北部做到落雨的所在，啊，伊来找我的时阵，差不多6月份的时阵，6月份一直咧落雨，吼，伊迄个时阵伊就讲，伊的房间吼有一个足湿淡的味，吼，啊，佮小可西瓜，啊，逐代吼，若是落雨的时阵，伊就听到迄滴滴答答的声音，伊足挡袂牢。啊，问题真正看，啊，涂骹也无流水啊，也无啥安怎，啊，就是迄西瓜的感觉足无爽快。啊，有当时伊佫会讲吼，外口吼有一个卡梅拉。吼，因为伊的厝头家有装一个卡梅拉伫遐，啊，就伫遐踅来踅去的时阵，伊拢听会到迄声音，嘿，伊就感觉足挡袂牢。啊，伊若挡袂牢呢，伊就一直传讯息互伊的厝头家，伊来讲你紧处理好无？啊，迄个卡梅拉当甲关掉。啊，所以是厝头家来找你，还是这个人来找你？这个查囡仔来找我，这个海睡厝的人来找我，伊感觉伊足挡袂牢的。啊，有当时啊。伊的厝头家拢会当一开始拢会当好好讲，拢讲哦好，不要紧啊，吴小姐好，我紧来处理。啊，佮有漏水的问题啦，厝头家会讲都无漏啊，你著一直感觉有漏水，啊伊就讲袂使，迄个西瓜啊，吼，啊厝头家讲好，因为即摆6月份吼一直落雨，啊无我等无落雨的时阵，大的时阵才来处理，大的时阵阮较会当掠漏嘛，对无？结果呢？伊若逐摆吼，感觉厝头家无好讲话，伊就一直甲敲电话，透早啊敲。我看这厝头也过来找你哦。我补充一个吼，有的人毋是安尼哦，有的人是精神有问题，咱叫幻听，吼，咱幻听的意思是讲，伊听会到，咱拢听袂到，吼。甲我听说这是家属带来哦，讲吼，阮这个厝的人，这个人实在是真头壳疼，伊就逐工讲。顶头咧甲伊吵，吼，甲伊吵，黎明你也吵，暗时也吵，甲一个人咯情绪真暴躁，真会容易生气。甲因其他人讲我无听到啊，甲上笑笑就是讲，人楼顶去外国度假，都无人啊，都无人啊，伊还是话有听到，所以因就感觉毋得甲对啊，这个人怪怪啊，吼。甲因的譬如讲看资料、收集时阵，哦，知影讲这敢若幻听哦，甲落来找阮，甲阮就甲伊检查，因为这款人哦，你达到有讲病识感嘛吼，大家厝边人、厝的人，爸爸妈妈叫伊来啊，甲伊嘛一开始就无承认哦，阮就爱用一撮较科学的机器检查，互伊知影讲，你这个毋对哦，你这人咧，你这样压力。的数是真悬哦，甲你自律神经无稳定哦，甲你用困无好哦，所以你应该爱做一撮药啊来调整。甲我嘛爱甲你，互你想办法困到落眠，心情稳定，甲爱差不多3个月到6个月，嘿，安尼伊甲慢慢接受，甲了伊会甲伊讲理由哦，对方即摆较有气质啦，即摆较袂差，伊有困落眠啊。迄是拄着有医师咧，啊，吴老师啊，这个 case 咧。这个 case 呢，我就问伊讲吼，你安尼甲敲电话的时阵，你身躯边的人是安怎甲你讲？因为伊的男朋友有当时嘛会来住嘛，住因男朋友嘛袂感觉安怎，因为讲嘛才还好吧，那只是小可西瓜，就无看到，无油漆客来甲撸的好啊啦，因男朋友就安尼甲讲你安尼真正是有一嘛过度的反应嘛，吼，结果伊就感觉讲，安尼我是毋是有问题吼？无我来找心理师来讲看嘛会好啊，伊真正来找我吼，甲我伫遐讲的时阵，我来甲讲，你通常吼，按去睡厝的时阵，你看到遐西瓜，你应该就袂睡啊吧？你应该就感觉即个厝敢若怪怪。我就问讲，你迄时阵当有看到遐西瓜？伊讲有啊。一开始吼，伊就感觉这应该小可代志，应该还好。我就问讲。你那住伫遐住差不多3、4个月，为什么你会即个时阵你开始感觉你无法度忍受这个房间发生啥物代志啊？我就甲问，伊想想诶，伊讲，对呢，正吼，伊搁咧做
做工课的时阵吼，因为有够无闲，伊真正是无时间去感觉讲，嘿，无感觉讲即个房间有啥物问题。啊，毋过最近拄啊好1个月，伊洗头路啊，伊开始伫想讲我的未来到底应该安怎？结果讲的是安怎？就伊问题是，伊对伊的未来有够迷茫的，伊无啥物控制感，伊感觉伊的生活吼，毋知到底接下来会当创啥物就对啊啦。啊，所以无控制感的时阵，伊就想要把所有伊的身躯边，互伊感觉做压榨的代志，伊拢想要甲摆除。对，所以伊感觉有够生气，所以伊就对伊的厝头家足生气，足生气。啊，我来讲。啊无，咱来想看卖啦，你的生活会当安怎做，一步一步，互你愈来愈侪控制感，互你愈来愈侪感觉，吼，你是一个足有能力的人，吼，就会当做侪代志。咱来想看卖好无？好，结果伊就开始想一中吼，为虾米伊迄个想要洗头路？因为伊想要放假，伊想要好好休困，因为感觉伊真正付出足侪。结果我就讲好啊，啊无，咱来计划看卖，你安怎放假，会当互家己较欢喜的。伊就开始想，结果真正过差不多1、2礼拜，伊就无咧想即个房间有啥物问题。无生菇，啊嘛无镜头袂甲生。生菇就讲啊吧，还好吧。我正就是咧安怎吼，可能就是讲神经较紧绷的迄个状况，就已经无啊。所以王医师，王老师，你即个 case 就是表达讲，即个人，你感觉吼，你的判断吼，还是讲尤医师你先来这样讲吼，就是即种程度算做较轻微的，还是较中度？轻微到中度，因为伊佫会当去反省伊家己，对啊，做讲伊佫会当反省，佫会当改变的呢。嘿，对。咱即摆看到即种 case 是拢无法度改变的呢。有可能。无法度改变，咱开这拆这药单讲，恁着爱理性坐来讲，啊，就完全就无法度啊。那是出来，我就要请教理事长哦。那即个无法度讲的，上后尾会安怎？无法度小过。一定小过啊，因为小过了吼，有当时要告法院会叫你讲你爱去鉴定，因为这做因要鉴定足困难的吼。阮有咧鉴定这款做因的这款鉴定，就讲暗时啊爱去因兜住几暝啊，啊迄个设备采几工啊，因为伊这个做因啥物时阵出现咱毋知影，啊伫遐等，啊这个一个鉴定都要3、4工去安尼啊。啊，但是这成本足悬的，无一定逐户拢有法度去消费这个计数。所以这个，那你过数的时阵，这种费用拢爱家己出嘛？比如讲，我要甲你告，我要先出这条钱啊，啊告完再甲你叫你出这条，叫你赔偿。对，我要先出。哦，所以一般人一定袂行这种路嘛。对啊，一定无想要迄个小告嘛，因为一定爱经过鉴定。但是有个人想讲，我著家己摕我的手机啊，你录一个安尼，因为手机会当迄个下载 app， 就是迄个分配对无吼？但是这一款的家己迄个处理的这款情形，法院无一定要甲你接受，绝对袂甲你采用啊，因为你毋是一个鉴定单位啊，你嘛无这个专业啊，啊，所以讲你要告的时阵，爱搁开一条，就想讲啊，系啊，我著做烦的，搁爱开一条。啊，就开始用讲讲袂好势，就冤家啊啦，就一直冤家落，啊，就本来是迄个好厝边，即摆来变做见面就开始凑来凑去啊。哇，这个大部分都无解呢。对哦，但是我嘛较讲有一个做厝边的情形吼，有做者迄个咱讲的豪宅，哇，这厝几亿的，啊，这个厝主就讲这做差的啊吼，伊就带袂掉，哦，因为伊带的是上关顶、上豪宅、上贵的。伊带袂掉做差，电梯也差，隔壁也差，啊，结果伊就无咧带，讲去互伊的迄个外楼带，哇，带甲做舒适的，啊，我就感觉奇怪，是安怎伊的外楼拢袂感觉差，伊会感觉差？有这种的，有这种的足侪啊。但是吼，咱来看吼，一般咱种集合式的这个主体内面吼，管委会这还佫有通啊讲上无先找甲里长，佫找甲管委会来协调。但是事实上，咱有真侪人是带公务哦，迄公务拢无管委会。无管委会对。啊，这就真正就是咱他所看的这吼，真侪吼，毋是社区大楼呢，拢是公务呢。这种公务敢有这个中介机构？调解的机构吼，咱有迄个市公所来问看卖，看会上调解。
但是咱市公所的调解，并唔是讲大家拢是对这款的专业的啊，还是这徛家主体有专业，并无一定啊，会变做这款情形。啊，若调解一遍两遍无好势，啊，就唔知要安怎啊，就全掉的，就全掉一只。即摆就变做讲伫遮，迄个卡伫遮啦吼，啊，这个要告啊，毋是啊，无爱告，佫足差的，变做安尼啊。啊，这徛在恁协会这立场，咱这叫做主体消保会吼。咱这个会内面，敢有提供相关的咨询，还是服务，还是讲互你啥物指引着？好，咱会当甲消费者一寡建议啦吼。譬如讲，我要感觉楼顶有足差的情形，我家己先做一个检查看卖一个，好，咱甲伊初步检查，系甲伊教。吼，譬如讲手机啊，下载迄个 app， 哦，啊，咱就看即马几点，啊，这个手机啊咧录，啊，另外这个手机啊，这个这个手机是迄个 app， 啊，这个手机来录几点开始，啊，你也敢讲吼连续，譬如讲哦，几落工、5、6工、7、8工有这个情形，啊。咱来去甲警察局讲，有已经连续安尼啊，有即款情形，哦，咱才来叫警察别人去甲楼顶讲看卖一个，哦，反正这有效，啊无警察会讲，啊，这敢若一时啊尔，这可能家己神经伤过敏感嘛，哦，啊，若即款情形，大部分的时阵哦，警察若来时拢会踮咧一款叫做道德劝说啦，吼，向大部分楼顶拢会当较斗相共讲，对，大部分拢是安尼啊。是，这一款方法，是讲免开钱的方法啦。免开钱方法吼，但有意思。你会去找你的东西，拢有这辨识感，还是讲伊的亲情吼，会甲斗相共？是，咱啥物款的拢有啦吼。啊，咱若讲别种类嘛吼，咱今日主要是讲迄声音嘛吼，声音会差嘛吼。所以咱确实咱譬如讲我住喺大楼，就像你讲有管委会。管委会伊来协调，我感觉有一个前提真重要，就是讲，咱敢有法度去尊重人，咱敢无有咱讲的，你讲同理心，就是讲咱知影讲，咱定讲嘛，拢讲，咱嘛无互人吵，咱嘛莫去吵别人，咱开车唔通弄人，梗唔通互人弄吼。第一个是基本上就是咧协调的人，不管是管委会还是里长，总是希望你来。互相的尊重啦，咱吼拢来退一步讲话，吼，咱会想看卖。第二，我碰到的 case， 阮有的时阵嘛爱协助讲，譬如讲，因去告，你爱修告吼，要安怎出证明讲，伊即摆精神上有损失，吼，精神啊，譬如失眠啊，吼，都有艰苦啊，都有镜头。这时阵是要安怎写？这吼，就敢若。咱讲职业伤害，这个工课是毋是受到伤害？这真歹写。咱讲实在，因为这原因真复杂啊，前因后果咱唔知影啊。到我就来讲啊，我就讲第一个，咱讲国语讲自述，第一人就讲伊讲安怎？哦，伊讲困无好，烦压力大，互人吵。哦，你讲啥物我就写啥物啊。一般我甲你讲啦，检察官也是法官啊，看到嘛是。啊，这是你讲的啦，吼，咱有证据吼，咱台湾是讲法律的啊，毋是冷静就是无证。你叫一个医生写证明，迄开始你讲的啊，毋是你讲的。所以这种证据咱还是无够。无够，绝对无够。我就带落来变讲，咱讲较歹听的吼，有时阵你来想啊，真衰，咱就今日派出去，你搬嘛，你咱有赶快，咱今日一个压力来，咱用两种反应。第一个就闪，甲闪过了搬嘛。第二个好，我甲你对象啊，你讲硬斗，我就跟你硬斗。我定下讲吼，硬斗了拢两个拢会伤害，拢无人较好啦吼。所以咱若讲实在，要安怎找到好厝边，迄吼确实就敢若咧警署讲 location， 你上好先去吐田头尾，小探听一下。袂啊呢，这有当时好社区吼，嘛派出所嘛真济呢。像李长因迄，恁迄算好社区嘛？是，是毋是？咱天龙讲内面奇奇怪怪的人嘛是有咯。当然，这社会就是大款人拢有。你看带迄个什么报的，
这什么地什么，还是什么宝的，迄嘛共款有歹处边啊。是。像头仔李处长讲的啊，伊嫌差啊，才互伊的外劳落去带的，嘛有即种的啊。恁的社区才几户人？阮社区差不多2000几户。哇，2000几户，选举重要的所在。哇，恁这大区啊呢？应算较大的哩。哇，你们逐工落来处理不完。噪音的代志真正是足济，咱讲正经的足济。啊，但是我感觉这爱分2种啦，一种是真正就是即个厝边足差的，啊，即款的我大部分拢会请即个住户去，像拄则讲的录音录影，啊有一个证据，啊即个会使去通报啊环保局会来检查嘛。啊，另外一款的是讲，伊可能是精神有一寡问题，像拄则医师讲的，就是你可能爱伊家己有啥物压力。啊，爱处理。你敢有拄着即种？这嘛是有啊，但是即款的，你嘛无法度甲讲，唔系你着爱去找吴老师，还是你爱去找杨医师？我会甲伊讲，你若真正即马压力足大的，你会使去找，比如咨商师讲者，还是去找精神科开药啊，会使较好困的。啊，请因去看医生。伊听到这话，敢会跳起来讲，你掠这我是安怎？是袂啦，就是大部分拢伊是有困难才来找我嘛，我拢会就是甲伊讲安大一个，啊，佮才甲讲。啊，当然咱也是噪音的代志，咱也嘛是会处理嘛。所以爱请伊拢两件代志拢爱去做。啊，咱爱确定讲这是都是款的原因，咱才有法度较好的处理安尼。但是恁在这里内面吼，大部分咱来看讲这噪音吼，是一般来讲啦吼，徛家生活所产生的噪音吼，我都用噪音计划这个计量册吼来发生，因为发生无固定、无连续性。是，听讲这种噪音吼，袂当打电话去环保局呢，讲落来打电话给警察局呢。讲是安尼呢，啊，到底是什么声音爱敲互环保局，什么声音爱敲互警察局？恁敢有安尼处理？比如讲，迄个冷气滴水的声音，迄就是环保局的要处理的代志。冷气滴水，环保局。对，滴在可能楼骹的迄个咚迄个，啊，这连续性的。连续性的，嘿。啊，迄就爱找环保局。啊，那囡仔咧跳。囡仔咧跳啊，人咧唱歌啊，还是咧玩家啊，迄款的，拢大部分拢是找警察。啊，所以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是。这都毋是讲伤大声的意思。对。啊，若是工程啊，啥物？因为咱看这噪音的这数证哦，他拄李处长也讲，现场录影啊，笔记，还是讲证人啊，管委会，我证人我就找你里长啊，是毋是？啊，就管委会啊，无就报警。这是一种啦，但是我也是感觉吼，我从咱这个团队咧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讲，咱人要安怎保持着理性吼，就我来请教着吴老师吼，会来的人某种程度有感觉家己有这个病，咱莫讲这个病耻感啦吼，就是讲我有这个问题要来甲你请教吼，这种是安尼，嘛应该是有人。我讲我无，但是边仔的人甲出来，甲掠过来吼。但这种物件，敢有像你头仔讲这个 case 讲，遮简单的处理讲哦，是哦，安尼我就好好来进步，嘛有较歹处理的案件。就这样嘿，像若讲这件案件这囡仔吼，你莫讲1-2个月，10档20档拢有可能，遐啊处理遮尔久。嘿，真正的，因为我都有一个国外的客户，这个故事嘛真特别，因为伊是囡仔人的时阵，差不多6、7岁哦，伊隔壁吼，咱查甫囡仔嘛，就是伫遐耍啊奇奇怪怪，足大声啊，足欢喜的，啊因的厝边呢，就冲出来，甲讲，你莫搁伫遮吵，啊因就看惊着，啊就小可莫吵，啊毋过过2-3工，啊查甫囡仔搁继续耍嘛，结果有一天。迄个厝边真正就摕刀啊出来，冲出来，啊！伊妈妈看到，惊到，妈妈紧去保护囡仔，结果真正抬落去。
抬落去了呢，囡仔就看到嘛，看到这个情景，啊，妈妈就送去家护病房，啊，结果妈妈就伫内底真正伫遐倒伫遐3、4个月。你想看嘛？这囡仔会安怎想？这囡仔伊就是足自责的，就是感觉讲拢是我唔对，拢是我害着我妈妈。啊，明明伊都经过我，袂使搁遮尔差，毋过我搁差，所以伊是用一个罪人的身份大汉的。所以伊差不多10天的时间咯，10天的时间，到尾是有医生甲诊断讲，你安尼已经有忧郁症，嘿，就郁卒嘞，哈，定定做焦躁，哈，啊，结果伊讲，伊慢慢啊有小可变好的时阵，是因为伊差不多伫高中的时阵，伊高中有一个老师对伊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伊会抗伊迄个老师讲，因为愈来愈好嘛，甲心事甲老师讲，啊，老师听，老师就感觉足疼惜伊，足唔甘，伊的人生竟然。行做安尼，吼，结果老师一直听伊讲，啊，伊就慢慢啊，伫即个老师的支持了，伊就变甲比较开朗，比较开朗，较会当空人去讲话啦，较会当去交朋友，吼。啊，即个老师，我定来讲，即个老师的即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阮的讲法就是，即个老师是一个知情的知情见证者，就是。非常的了解这个囡仔发生什么代志，知情见证者，知情见证者，嘿，非常的了解伊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嘛无去讲啊，你袂使搁安尼想啊，你莫搁好啊，嘛袂甲讲你有遮的情绪拢是无好的，嘿，拢互伊讨棒，啊，这个讨棒的过程当中，伊就感觉伊原先吼，伊感觉10几担，伊拢活伫一个孤岛，就是。无人会当了解伊到底经历过什么代志，无人会当感觉到伊的痛苦的对啊。结果这个老师伫遐好好啊听，好啊陪伴，结果就是轻轻伫伊的心内吼，甲伊用一个桥梁吼，也当行出来，吼，就是迄种感觉。所以伊到尾伊来找我的时候，伊其实已经变甲足加讲，嘛是足有功能的一个人，因为伊到尾会当伫学校内底教册啦，会当去交朋友啦，会当正常的社交拢会使。嘿嘛，会晓趁钱嘛过了真好。吼，虽然讲常常有一种心情的困扰，嘛是有，吼，啊，毋过伊过了就像我们说的正常人安尼感觉。是，我插一个话吼，我那边插一个话吼，咱就讲这 case 咱来讲，咱这7岁到6岁这吼，对啊，7岁到6岁，这一定要重视啦吼。咱分几部分来讲，第一个，咱就敢若中风了，啥物时阵来做复健？中风迄阵就要开始做复健，吼。所以，阮看这件案件，第一个就是讲，因2个囡仔，伊看到爸爸妈妈互人抬死，这是真大的创伤哦。这时阵，咱若政府的机制，其实咱社会局吼，派社工去要有概念，来知影讲囡仔伊惊吓，伊第1个月以来叫继续压力的无正常，到这个时阵。你要安怎甲伊陪伴？吼，还要教导伊的厝的人，好比讲阿公阿嬷，要安怎甲伊笑，还上尾会食、会困、会动。好，你看，你个囡仔毋是讲跪遐，伊会问讲是毋是我害了爸爸妈妈，这就真有问题啊！所以我无客气讲，这个社工，迄阵的社工是失职，伊就是照薪水嘛。我来甲你小看一下就做。走啊！这第一个唔对，第二个是警察唔对。安怎讲？我嘛有参与讲，咱咧讲咧，互人强奸呢，吼，咱袂使重问一届、问3届，这是互伊的伤害，因为伊或许伊要想去一而再而三安尼。伊这第2摆就是讲，警察你会问，这是你根本就无观念嘛。你会使，譬如讲有医生，精神科的医生，还是心理师，咱来小些听下，咱知影我头仔讲，咱有同理心，咱会知影讲，伊即摆咧惊吓，咱袂使互伊个受伤。哦，警察讲袂使呢，我咧我咧做笔录，歹势吼，歹势。你这种是侮辱人，
吼，这表示恁无专业，吼。咱会使斗阵的，真正像我讲强奸，向强奸了，咱咧收证据，该警察爱来，社工爱来，该保护官，该心理师爱来，做一届录影。哦，录影了后，咱就证据啊，袂使讲第二届我过出庭我讲一届。他无问到，过来一摆。对，这就是听咱看只压榨吼，这政府咧害人，这感觉有这种方法咧，啊，倒过来。这就是公益的，这个咱在咧讲咧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对，我说要讲这，即摆咱来讲吼，伊即摆这个人，伊即摆这毋是一年两年讲会了哦。咱讲一个月以来叫急性压力的种歹去啊，佮俩长期一个月超过一个月，咱英文叫 PTSD， 迄就是创伤啊，了后就开始有迄个创伤会站是煞毋对啊，吼，这个人可能会失眠。会定定惊吓，会听头壳落想到迄个去向大的发明，甲一看到红色就会惊哦，哦，甲一看到，比如讲，即听一个新闻，莫用看的，莫用讲用听，用看杀，伊就惊死啊，吼！甲少人，我甲你讲，咱就敢若即开始咧从注意着像美国迄越战，顶个咱咧战争会定真侪人，又顶遐看到当场看到因的同伴朋友。定遐爆炸死去，迄了创伤定一部底是死人呢。第一个啉酒，真侪人就啉酒啉啊吃笑去，变酒疯去。因为伊要想歪曲想这个代志。第二个食镇静剂、食安眠药啊，吼。佮第三个有个人，伊毋是干啊，即个创伤哦，伊了有真严重的郁卒，佮规个人嘛无法度抗生活能力拢无，拢失灵去啊，吼。所以我看到时间是一万唔甘，所以这个人，像这囡仔，你上少一年爱陪伴，因为咱咧简单讲，春夏秋冬，一过节伊会想咩？中秋节，阮爸爸妈妈呢？过年，阮爸爸妈妈呢？恁那替伊想呢？刷落来，咱讲社会安全网，咱社会安全网吼，咱有分一期甲两期，即摆是第二期。第二期咱有看到讲，咱社区内面大家心情拢无稳定。所以咱要设在讲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拢要设一个种社会福利的机构，吼，互你来用。第三个就是讲，咱真正有出来人，伊是精神有问题，无法度处理的，急性有伤害人，也是注意家己伤害，咱来还去带司法的精神病院去，吼。咱讲一个，咱袂使为着社会99个人，为着这个人陪葬去啊！倒一天汽油加速咯爆炸，无分别的。对啊，吼，所以咱即摆安全网来讲，咱来过好大家的平安，咱拢大部分一般人拢是百姓拢是希望平安嘛，甲老大有安全感。我行出去袂晓要拄一刀，吼。所以咱即摆啊，讲即个案件，包括你一开始迄第一场，咱看嘛心肝口会真艰苦。哇，咱连续这几年安尼，当袂当吵，落要人抬，这拢是有问题，表示咱台湾人啊，咱得分体质的心理因素，咱体质的因素，啊个心理的因素，啊个社会因素，互人袂静，容易愤怒，佮容易袂尊重别人。好，你唔尊重我赌你死。你看迄案件，迄真悲哀呢。咱也知影讲，你有这个问题，咱就爱较早期。譬如讲，咱讲1999的专线，爱发挥功能。因为我像你甲我讲，什么环保局，还是什么警察局，我哪知影？我唔知影，我就卡1999。我甲你讲，我只是住一个社区，发生什么代志？有人逐工吼，第一加速路顶阳台，痛。那恁要来处理无？无也爆炸要安怎？所以咱来有迄个概念，就是讲第一个，咱居民你为着家己的安全，为着社区安全，有的时阵你爱较加步一点嘛。都位啊无安全，你要反应，这真加步啦。对，伊就爱反应啊，吼。佮第二个就是讲，咱就敢若咱讲公共卫生的概念来讲，第一个无病，咱平常时爱要安怎有好。甲里长有这责任啊，里长来这办活动啊，咱厝地头尾大家小时在中秋节，迄个喷雾器哦，就惊到安尼。你逐工一工爱上班偌久的时间？无一定呢，看今日陈情偌济。
啊，拄则医生讲，我嘛就有感觉，就是讲，大家拢大部分的人其实无熟悉。你是真有感觉，真真正有感觉啊，怨叹嘛是有啦，就是大家拢无熟悉讲家己的心理疾病这件代志。也是心理疾病，大家拢会污名化这个心理疾病啊，所以伊袂去求助。譬如讲，拄则医师讲，咨商师讲的讲，伊有压力，所以伊去找咨商师去处理这件代志。啊，处理了后感觉较好啊。啊，但是大部分认为讲，这个心理疾病是一个病，是一个无卖互人知影的一个歹代志，所以大部分袂去求助。时到就是咱会看到的这款社会事件时阵拢袂赴啊。有时化妆各式各样来找你啦，对，变做各式各样的问题来找你啦。就伊头拄啊，我老师讲的，伊本身伊找工课做工课有挫折，结果换成着伊对着这个厝边头尾不满，有的是用这种化妆啊。但我回头要来问理事长，是讲。他大杨医师已经讲到，咱社会安全网内面吼，咱社会安全网内面对着徛家的这个心理安全，还是社区的安全，其实讲得较少呢吼。比如讲噪音也好，还是这个片，这个味觉，对，吼，这种物件，即空气，这种较少咧描述呢。是，像咱徛家吼，有咧讲这个甲醛啦，就是空气的部分。这款嘛会互人这个着迄个肺癌，但是大家嘛拢无啥注重嘛，啊噪音嘛是共款，那就是讲拄则杨医师咧讲的，就是讲咱即马社区对着讲咱即马这社会公共的问题啊，拢较无去注重，可能是即马大家上班无用啦，大家拢。大家你头车演员虽然过性命是无用啊，管这件代志，结果。咱讲国语也讲至少门前雪啦，阮兜好就好，无爱插伊啊。变做大家拢无所谓的。所以你感觉法令上有啥物通改进的这个所在无？包括着建筑，法律是上后的手段啦。我还是甲你讲，法律咱就讲较歹听，咱去法院见面啊，甲你过爱钱啊，你过爱花时间啊，你过会压榨啊，我甲你讲最好是。我真侪律师哦，拢有我的名片哦，因拢知影真侪伊个客啊，拢是咱讲歹能量，国语讲负能量。伊嘛知影讲哇，即摆负能量伊一定要拍赢。该律师看了资料，这敢拍赢啊？你也无证据啊？啊，你要什么较心情较定个无？我甲你介绍一个医生吼，叫伊来甲你。所以你跟律师联合要营业啦？联合阮查某囝就是律师啊，我有伊的名片，伊嘛有我的名片啊。咱讲实在，法律是最后的手段。咱伫最后进前，我甲你讲，世界卫生的组织讲啊，咱现代社会哦，毋是讲台湾、美国、欧洲拢共款，拢4个人，有其中有1个人是精神无稳定哦，迄是真普遍的代志。啊，咱遮5个人来一半。咱简单讲。就是讲，你也有迄个病识感，咱爱知影讲，咱精神疾病像豆豆李长讲，我去捌去看，你毋是笑的，毋对。你也知影，咱的精神的问题是你出头壳的内分泌失调，吼。咱讲，咱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咱心脏会出病，咱肺会出病，咱胃会出病，你脑内的保证伊拢正常，有可能无正常啊？无正常，可能你要找到正确的医生啊。咱精神科毋是讲医生哦，还佫有心理师、社工师、护理师，还佫职能治疗师哦。你要找这个团队，甲我协助，互你了解你即摆到底差啥物所在吼。我有迄个机器，使敢若抽血检测甲心电图安尼，互你知影，甲咱做一个标准，来叫我咱才想办法来甲你处理吼。甲处理了，你3个月到6个月了，我佫甲你检查，看你有稳定无吼。我实在讲实在，咱现代人你要有信任，咱讲较简单的啦。你咧用手机啊，偌侪人因为用手机啊失眠，你也知影哦，困眠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哦。你今日困1礼拜困无，你试看卖，你较严重你就幻觉吼。所以我强调就是说，咱社区头一站就先困到饱啦。林长、李长，你平常时咧甲因遮邻居吼博感情嘛。
较落来甲因讲，啊，你困有好无？咱这毋是讲，哎，你食有饱无？咱拢爱先困，啊，你有困有好无？啊，你困无好，就爱想办法咯。你有摕杨医师的秘籍无？哦，都有摕，有摕啊！我会介绍，我会介绍。我来补充一下，就讲咱若要徛过装潢的时阵啊，会使先，咱有一句话叫预防胜于治疗。啊，咱装潢的时阵，咱对楼骹啊，咱把这个楼板啊，楼板的迄个隔音嘛，做较好势。啊，咱家己天花板嘛爱做，啊无楼顶会插落来嘛。就是讲，这个情形变成咱家己消费者会加开这条隔音的钱。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咱未来的厝啊，我是呼吁建商啊，吼，希望建商会当踮咧这个楼板的隔音吼，爱做迄落爱加强，爱做固定性的啦。咱遮有一个2021吼是，1月修订的，就是睇你讲吼，是钢筋吼夯土的，你若咧做路的时阵，超15公分以上吼，这拢有相关的这法令啦吼。但是上尾吼，我还是要请吴老师甲咱讲吼，咱如何爱发觉讲我家己有问题爱来找你啦？你若困无好的时阵嘛。